中風後復康係咪有黃金期呢？同埋應該要點樣把握呢？中風會導致腦部神經細胞受損，影響肢體活動、語言能力、吞咽、認知等嘅功能。根據醫學研究，腦部喺中風後嘅前半年神經可塑性最高，係恢復功能嘅關鍵時期。如果喺呢段期間積極進行針對性嘅復康訓練，較有可能重建部分受損功能，例如重新學習行走、進食、說話或者係自我照顧。復康訓練包括物理治療、職業治療、語言治療等，目的係幫助患者重拾基本生活能力同埋提升生活質素。如果延遲處理，功能退化速度會加快，復原難度亦都會增加。即使黃金期過後，亦都應該持續進行復康訓練，維持功能，避免肢體萎縮。中風之後嘅復康係一個長期嘅過程，需要耐心同毅力，及時尋求專業協助，先至能夠更好咁恢復生活質量。Care Club 上門護理服務由專業團隊上門協助，陪伴患者穩步重建生活能力，俾家人更安心，復康更有信心。